大家好，我係安東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李小龍嘅事。李小龍講過，不要祈求輕鬆人生，要祈求擁有堅強意志嘅人生。李小龍無形嘅藝術同埋生命哲學，經典武術同埋電影，猛龍過江、唐山大兄都流傳後世。佢唔單係一位武術家，更係一位將武術、哲學同藝術完美融合嘅生活藝術家。佢哲學嘅核心思想在於無形象徵平等同尊重，既打破形式嘅束縛，追求本質嘅統一。截拳道並非係一套有固定招式嘅武術，而係以無招。他強調無形流動，適應變化。正如李小龍話齋，以無法為有法，以無限為有限。武術係一面鏡，認識自我係人生重要嘅課題。